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大嶼山鴉片貿易嘅故事。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卡洛琳娜號駛入氹仔港口，葡萄牙士兵企喺岸邊戒備，商船大班門企喺甲板上，注視住澳門嘅方向。我哋到啦，呢度就係氹仔。如果可以同澳門嘅總督談妥，我哋或者可以開一條新嘅貿易路線。但係據說清廷對外商嘅控制非常嚴格，無論如何，澳門總都會明白我哋帶嚟嘅利益。諸位，好高興見到你哋，但好遺憾，如果冇果亞總督嘅特別命令，我冇辦法俾你哋貿易特許證。呢個係葡萄牙嘅規矩。總督閣下，唔通唔可以通融下咩？澳門嘅貨源非常有限，恐怕冇辦法滿足你哋嘅需求。另外，清政府喺呢度嘅苛捐雜稅繁重，只有得到駐澳門嘅清官許可，你哋先可以合法交易。而且廣州嘅官員話，英國人同荷蘭人都曾經幫助台灣嘅鄭氏勢力供應彈藥，呢一點令到清廷非常不滿。英國商船立即離開氹仔，清廷唔容許你哋喺度停留。睇嚟我哋冇得唔離開啦。船長，聽講大嶼山嘅水域相對隱蔽，或者可以揾到新嘅交易機會。卡洛琳娜號停泊喺大嶼山附近海域，幾艘中國小型帆船靠近，船員們用手勢同英國人交流，開始秘密交易。呢度冇人巡查，可以交易。準備貨物，我哋需要迅速完成交易，避免引起注意。總共售出咗30匹蚌埠，仲買到大量嘅中國貨物。呢度雖然危險，但交易值得。睇嚟大嶼山將會成為我哋未來嘅重要中轉站。呢啲箱入面嘅鴉片價值連城。清政府嘅禁令越嚟越嚴厲，但我哋揾到呢個地方足夠隱蔽。船長，商人唔敢直接去海上面交易，佢哋話廣州城入面有個地方叫做大窯口，專門處理呢啲事情。好啊，嗰啲航商會幫我哋處理交易嘅細節，我哋淨係需要確保護衛船隻，加強巡邏，防止清廷嘅官船靠近。快手啲啊！我哋要趕喺天光之前，將啲貨送去廣州13行嘅大窯口。愛兒喺大嶼山洋面設置等船儲存鴉片，並與奸商勾結，利用快船將鴉片運至城內大窯口交易。呢啲人膽大妄為，連我哋嘅巡防兵亦都收咗賄賂，只怕查得越深，越難收場。大嶼山嘅等船靈活多變，清軍難以封鎖洋面，呢個先係症結所在啊！立即加派巡海兵船，加強對虎門同埋大嶼山嘅巡邏，絕對唔可以俾呢啲洋人同埋奸商肆無忌憚。伶仃洋同埋大嶼山海域，如今成為咗英國走私船嘅樂園，佢哋嘅船隻停泊喺度，利用快船運送鴉片入廣州。大人，大嶼山距離大鵬營太遠，我哋冇辦法有效巡防啊！分營，將大鵬營分為左右兩個營，左營仍然駐守大鵬城，負責新安縣東面嘅防務；右營新設於東涌鎖城，專門監控大嶼山西面同埋珠江口嘅海域。立即由前山營抽調士兵，要喺大嶼山嘅東涌建造炮台，確保洋人冇辦法輕易越過我哋嘅防線。鴉片戰爭後，英國人嘅走私活動越嚟越猖獗，佢哋嘅船隻甚至係武裝護衛，已經唔單止係走私，係對我哋嘅挑釁。大人，右營東涌炮台亦要駐守妥當，新增嘅快船同埋米艇隨時可以出動。